鄉親啊，咱進一步來看這個講下藥仔的姓楊的女子，檢調查發現，伊的英國籍的前翁死亡進前，迄個症狀甲 Alex 是真相共，所以無排除嘛是防下毒。也毋過當時遺體佇2禮拜內就火化，藥物測袂出來，所以最後是無起訴。啊，這個前翁的小弟今仔日嘛出現佇法院，伊真憤怒，指控講伊的兄哥是防謀殺的。請問今天還是不認罪嗎 ？Alex 今天有來知道嗎？穿黑色休髮，刮嘴暗，規身軀包甲白皺皺，面對體溫攏點點點，涉嫌用鳥鼠藥仔頭惡招招朋友的楊小姐，佮逼出案外案。The third time is by Taipei District Prosecutor's Office itself. My brother's murder has been covered up 3 times. 佢家對鏡頭控訴，伊是楊小姐前翁爹地的小弟，控訴阿兄3年前和楊小姐結婚了後，人就碰見真久。2022年年底，爹地因為腹肚痛、血尿急診住院。2023年1月，心肺功能定期送到病院救無活，家屬無希望解破，毋過爹地的遺體共款佇咧2禮拜內火化，因為組織已經碳化，無法度檢測殘留藥物。楊小姐落尾無起訴。經過了解，楊小姐和前翁佇咧松山區高級社區租厝，講因是外商總監，毋過其實因無透露，對案情口徑前後講的攏無共款。Prediction is that the case will either be thrown out on a technicality, a soft punishment will be given. I don't believe that the Taipei District Prosecutor's Office will give the suspect a custodial sentence. 前後2人的愛人仔，一個死，一個重傷。毋過楊小姐無承認係藥仔共偷，法院會繼續審理，找出真相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